DNA 作者阿欣，电视节目、报纸新闻、杂志等等，甚至一般人开讲嘛可能会去讲到 DNA， 一个伫现代时行的名词。敢若出嘴讲到，就是高科技、高时髦，煞罕有人认真来了解 DNA 这号物。事实伊有足百个学问伫咧，不过咱只要用较简单的方式来解说。DNA 的英文全名是 Deoxyribonucleic acid， 伊是全世界的活物拢需要的一款酸性佮稳定的化学分子。DNA 分子内底所藏的信息，就是去做生命的触达。咱的面膜啊，先做落 A 大颗散，头毛球也是直，是毋是够破病？是毋是够啉？爱啉？甚至性地的一大部分，拢总甲 DNA 分子有关系。简单一句话，核心的一切，永远是 DNA 来决定的。咱细胞内的 DNA 分子，有一半为老爸遐来，一半为老母遐来，所以囡仔会生老爸、老母。不过，因为 DNA 分子是一代传一代，血亲之间一定会有相像的 DNA 分子，因此囡仔嘛有可能生阿姨、阿姑，甚至生阿公、阿祖。透过检验 DNA 分子，咱通知影无共人之间是毋是有血脉的关系，囡仔会当安尼来找出亲生的爸母。最近德国发生在分灵机的事件，往生者的遗体拢弄甲一块一块夜归四过。法医透过检验这个破机散骨内底的 DNA 分子，才有通确认因的主人，甲找出往生者厝里的人。除了性细胞、小子甲卵子，规身躯的逐粒细胞都有同款的 DNA 分子。DNA 分子生做若像两条破链加做伙，阁袂输若两条旋停小瓦线。DNA 分子若甲拆分开，逐条破链顶悬都有一粒一粒的珍珠。乳骨带有4种，每一种拢是3个部分来成的。一个适用血糖，一个磷酸，搁一个互咱会当分类这个珍珠的主要成分有机酐，咱甲因简写做 A、T、C、G。DNA 密码也是微团密码，就是在讲这4种珍珠伫 DNA 破链顶悬排列的数，也就是 A、T、C、G。这4项的数 ，ATCG 的数就是 DNA 顺序。一粒细胞内底有偌济 DNA 分子，无共生物就无共。若人逐粒体细胞，无包括性细胞，都有46条 DNA 分子，因两个做一对，安尼就有23对 DNA 分子。若家己甜红，就变做滚仔形，咱叫伊做染色体。所以人有23对染色体。性染色体决定一寡动物的性别。在人来讲 ，X 加 Y 这对就是性染色体，干那查甫才有 Y 染色体。所以咱讲查甫人的性染色体是 XY， 那查某就是 XX。一条 DNA 分子会当按照功能分做正甲结构的部分。正有早一贯特殊的 DNA 顺序微团密码，会当用来产生 RNA 分子，也是两倍质的一轨 DNA 分子。咱人约略有2万个正，正若无活动的时，就点点伫遐；伊若活动，就若像电火点倒，
会开始生产为团密码所指定的 RNA 分子，也是蛋白质。细胞内的2万个菌袂相似活动，因会按照细胞的类型甲细胞所需要的功能来起步。细胞若像一间黑暗的房间，2万个菌就是2万帕电火。电火开关若开，菌就活动；电火开关若关，菌就欢喜点点袂活动。比如，肝细胞就有甲肝功能相关的菌在活动，其他的菌就去互约束掉咧。肝呢，什么菌受约束，什么菌会伫活动，是咱人为有形能到正人的个体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经过细胞分化来决定的。DNA 分子的基本结构就是交缠宣传，这条宣传的头拄迄条的尾 ，A 拄 T，C 拄 G， 伫2条交缠宣传的中央，我靠经历互相扭互调，才做双相对峙的有机圈。这个有机圈对一站一站，各受互相的分子力影响。历史交缠宣传尾啊，成做哪一个广梨仔腿的形。DNA 顺序会影响 DNA 的结构。DNA 的结构，规条 DNA 分子是要较弯翘、定扎扎，还是要放零零，会决定一个菌是毋是会活动。简单讲 ，DNA 分子缩愈圆、愈弯翘，也是定愈扎。菌就愈袂活动。设使一个 DNA 分子顶头有1000个菌，缩圆的所在，迄搭的菌就较袂活动，甚至规个点去，剩的就是有在活动的菌。倒位缩圆，倒位放零，实际是无一定。菌的活动是对细胞所需求来变化，所以 DNA 分子的结构是一直在改变。菌的活动受非常严格的控制，因为这项机关实在实太复杂，科学家到今嘛还未完全了解，咱就无伫这讨论落去。一项重要概念：先讲大先，菌的活动量一定爱拄好，无就会致病。一个菌若是活动了过头济，或者是细胞需要伊的时煞无得活动，也是讲伊活动了毋对时，这款菌的活动就亲像是电火开关开去安尼，电火毋是点袂倒，就是一直死，无就倒毋对拍。这个状况会互细胞的化学反应失调，一寡微传病、脑神经退化的病、荷尔蒙走精的病、癌症等等，拢甲这个有关系。科学技术进展，互科学家有法度伫实验室内底改变，也是设计 DNA 顺序，甲人工创的 DNA 分子放转去生物的体内，互人工种的活动改变生物的特性。这款就是人咧讲的种改造物种。种改造物种的目的，主要是要互种造的米毋惊各种天灾虫害，互家畜、甲鸡鸭好药饲、敖生肉毋惊着这。人的46条 DNA 分子总加起来，叫做基隆。科学家想讲，透过设计 DNA 顺序，甚至影响规个基隆的种调控，可能会伫解决一寡目前无药医的病症，嘛会伫互即马的治疗方式搁较好。这就是即马上称当地发展的真确医学，因为逐个人的基隆都无同，愈针对个人体质来治疗，效果愈显明，所以真确医学嘛叫做个人医学。过去要创种的改造有真侪技术上的限制，最近这几档新发展的技术 CRISPR-Cas9 系统，
让改造种的流程变甲简单佮快速，而且突破限制，会伫一摆就改造规个集拢。去年2014年，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发表成果，因利用 CRISPR-Cas9 甲无正常的种改造做正常的，成功治疗有泰罗性血症的鸟鼠。因相信未来像安尼的方式，嘛会当用来治疗人类种的疾病。DNA 种集拢是通世界完美上大的秘密。经过半世纪超过的时间，咱总算对伊有较侪了解。这款科学知识甲技术的进展，互咱真侪好处。不过嘛，再来危机。改造集拢的技术，若是使用伫人的有形卵顶头，将来出世的囡仔一世人都受改造过的种来影响。这款技术若是使用伫人的生殖细胞顶头，代代世世的子孙拢会受影响。虽然讲改造集拢会伫用来治疗一寡病症，不过咱对集拢甲遐病症的了解，拢还未透底。致使咱要评估安尼做的风险甲好处。CRISPR-Cas9 系统的发展，互集拢改造的工课愈来愈轻巧。即马咱就应该认真面对这款技术发展对社会、法律、道德、伦理的冲击。这个重要的，咱定定会绕到去，因为台湾人一向伤过对重技术的效率甲成果。惊人的因素，敢若拍无去。